鸭石头顶大路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是美术这边答案是食饱换腰啦。真正有影，你无彩工你做要创，石头放你遐就放你遐，你即摆甲搬落去嘛无路用啊，就像咱讲的啊，徒劳无功啊！嘿啊，徒劳无功做要创啥？是啊，食饱伤用啊，所以我的答案是食饱换腰。哦上我的答案较文雅啦，这叫做绝交。什么意思？你压石头顶大路，甲上大的路顶掉的，你无法度过来，我无法度过去。咱卖讲，咱卖讲要去找你啦，连见面都无法度，这就是绝交啊！我想要甲伊讲，恁遮无聊要创啥？对无？哦，好，来，咱看一下哦。来，咱请选掉，到底是我的食饱换腰，还是伊的绝交咧？哦。真正，大家拢甲你讲话，拢足无聊的。因拢想要做文雅的人啊。因为绝交这动作哦，本来就是一个足无聊的代志。哦，就无聊到要摕石头去顶大路嘛。我是感觉上哥讲的有道理。就是切互长，对。正常阮细汉时阵要绝交，切互里嘛。对啊对啊。切8段嘛。对。其实卖菜的话，就无聊呀。是无聊就安尼来啦。好来，咱看这边，佫较少年呢。你有好骗无？你是互骗的啦。来，我感觉吼，较早的人吼是比较较坚心啦。就是讲，我若无爱甲你搁做朋友，唔爱来往啊。我就想一定爱做一个。切甲离离，切甲离离，田无高，水无流，年做年，爱做爱，无伤无相干。所以讲，就一定爱摕这个动作，我甲路甲你蹬一半，上手了后，咱两个就已经唔是朋友咯。蚵仔面线公司嘞，无啦，这若食饱吼，食饱若换腰吼，这真正牙价。啊，若食饱换腰，较有迄个意思。换腰啦，换腰。食饱就食饱，你搁再摕一粒石头冻你啊，你搁要食甲家己涨价。这个以前吼，咱小学的时阵，甲边这个隔壁的人，若无想要做朋友。一个书包放伫遮，册包放伫遮，皮肤比一直画，一条线画到足深足深的，就是无想要甲伊做朋友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好，到底是打一边的，我嘛唔知影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正确的答案是阿翔的绝交。我想解说迄个牙就爱足大力的，所以伊的石头唔是细的，大的，所以伊就是足绝的，无想要甲你搁做朋友啊。而且迄个路，咱一般来讲就是有沟通、有交流、有来有往。啊，我顶掉的，我嘛是唔爱插你啊，吼。啊，毋过我感觉这个俗语可能若现代会当讲摕册包顶桌顶，嘛袂歹哦，囡仔较接受哦。对，好，多谢。来，这个影片吼，请恁讲出这个城市的名3个字。哦，城市的名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来，看阮第个。已经先手啊，一定要讲台语对不？对。无你讲英语嘛会使。等下我想看，Hollywood 伫倒位哦？嘿，Hollywood 啊。是 Los Angeles 还是 San Francisco？ 爱算一下，爱算一下。我袂记啊。好。Los Angeles。来，老师，Los Angeles 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哦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伊是加州的一个第一大的城市，是啊，不过是美国。比 New York 较细，就是第2大的城市安尼吼。啊，毋过伊即个城是伫1850年的时较建成的，所以等于是因美国建国了后，差不多经过有25档以后75档以后较建成。毋过目前煞是太平洋岸这边，因一寡交通啦，还是贸易啦，还是一寡迄个文教啥物物件，拢足发达的。
好，来换手回只哦。啊，当这4个当要选啥？当这苦瓜泡泡剂救灾，好啦，当这啦。当这啊。好，来咱来看当这个各奖金有偌济？嘛是真好哦。袂歹袂歹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当这的时阵爱食红色、白色的圆仔汤来添福气？你敢知影食倒一色的圆仔代表银会当招财咧？好啦，唔免10秒的时间。白色的。白色的。白色的。好，来咱来看下白色的对唔对？咱一般袂去甲讲迄个红色跟白色，因为咱的风俗内底较有欠算，袂爱去讲白色。好，所以红色就是互你红过赤气，爱当互你面色足好诶，所以你人缘会较好。哈，啊白色的部分，你人缘好，就是一寡桃花开入来，啊桃花无一定无好，有的当时也是好诶。啊来白色就是代表银两嘛。吼，白色色安尼吼，所以伊是招财，啊，互你大富大富安尼，好，所以白色的，换对的。好啊。有啥物？救灾啊！哦，救灾哦！有欢迎有欢迎啊！哦，有啊有啊有啊！救灾。个啲。好，来咱来看下救灾奖金偌济？万五。带仔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在地点心内底什么物件是为着要救灾才发明的呢？是肉圆还是碗粿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哇！是肉圆还是碗粿？哇，这都有困难啊！我要鸡丸。哦，鸡丸来。你感觉敢有效？预算的啊，预算的啊。爱好因讲话一下啦，爱好因表现一下。还是碗粿？救灾。我感觉是碗粿。哦。因感觉是碗粿，而且3个拢赞成碗粿。是。刚刚碗粿。安尼3个拢赞成的啊。嘿。碗粿。救灾发明的哦。是。是肉圆。应该是。是碗粿。碗粿。好。确定哦。因为迄米嘛，啊就控较足烂的，啊做成碗粿，可能较简单呐，放较久，会当放较久，肉圆可能放2天就歹起来，因为内底有肉。啊碗粿是甲迄料，碗粿冇肉呢。伊甲料拢放进来的。有啊。碗粿肉较少，嘿啊。肉圆肉较大片。碗粿有的肉嘛足大片。我相信3个千金。确定要相信？因算的碗粿，碗粿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碗粿对唔对？因算的。当初就是中华宝岛，吼，咱即马讲北岛，毋过伊在地名咱爱念宝岛。迄个所在发生做大水嘛，吼啊，所以大家人民就拢无所在通去，搁北岛枵，所以因遐有一个庙寺的即个文笔生，就是庙公内底咧写作文迄吼，伊就是看大家遮可怜，伊就甲限钱哦，啊搅糖。啊，就是做安尼一丸一丸，所以本地肉丸就是这是甜的，吼，啊，毋过无包鸭，啊后来较有的人就是咱的变化，就甲内底包肉，啊，所以咱中华宝岛遮的肉丸足有名的，以后咱就知影一粒爱15块。救灾啦！我捌去中华宝岛食过肉，阮中华讲肉粿，啊宝岛的肉粿较细粒，啊较白，嘿，因为迄食会饱啦，拢细粒的，嘿，就是安只有咱食会饱。我知影，15块的肉，嘿，15块啦，好，谢谢老师，不要紧，15块飞去啊，咱够有啦，好，来，谢谢。好，安尼剩2个，我记是7000到9000哦。苦粿，我都苦粿好啊啦。苦粿哦。食苦当做食苦。好啦，来，咱来看者，苦粿奖金有偌济？7000，嘛是真好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热起来话咧讲苦粿炖鲢鱼，是讲一个人安怎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苦粿炖鲢鱼啦，是来鸡丸哦。哎，捌听过无？苦粿炖鲢鱼。苦粿炖鲢鱼。我冇听过苦粿炖鲢鱼。
莲是好好食的嘛。我知影。你讲一个人安怎？莲鱼有啥物功效？嘿啊，你啊看苦瓜甜莲你念看嘛，嘿，啊，这你用看你就知影。你念看嘛，你念。苦瓜甜莲鱼，可怜吗？讲一个人。哦，可怜啊，多一个人就可怜啊。对，可怜，一个人可怜对啦，可怜。哇，你是搞呢？可怜，好，咱来看一个可怜，确定哦。可怜呐，可怜对唔对？好，咱是真正有联系这个米啦，哈。啊，不过足少人去甲伊苦瓜煮做伙，所以迄应该就是到日克拉话咧好耍安尼。所以咱无食到，恁都唔知影安尼。不过我感觉伫舞台顶看到大家拢互相合作，一点仔都无可怜。好，啊，搁来这个课，咱是爱念的音，啊，不过北部腔就是。因会甲念做乌，吼，所以阿婆乌圆，因念做阿婆乌圆，啊，这个可怜就念做可怜，啊，就是可怜怜，所以有足侪人就是较无爱去食这项。是，多谢。万5块8万。谢谢老师。可怜，也是万5块8万，伊讲可怜。可怜，真过分，万5块8万。而且讲古水的是咱这边的队长啊，嘛甲人。参与落，啊，我知影啦，你还甲讲，你搁念看，有够古锥，嘿啊，这就是一个节目好耍的所在，嘿，一种精神，吼。